嗱，細估唔到，當今世上老婆至多嘅，竟然係一個和尚，百幾個。即相比之下，我覺得我先係出家人。咁啊，去到寺廟又勸我要看破凶親，頂佢肺，結果佢就晚晚換印。咁又叫我哋要四大皆空，結果咧佢就億萬富翁。我哋許啲願，啲謀你一個人實現晒。頂佢肺，關鍵係咁多錢啊，仲係我哋跪住佢收嗰下底嚟啊嘛，真係。嗱，細估唔到，當今世上老婆至多嘅，竟然係一個和尚，百幾個。即相比之下，我覺得我先係出家人。咁啊，去到寺廟又勸我要看破凶親，頂佢肺，結果佢就晚晚換印。咁又叫我哋要四大皆空，結果咧佢就億萬富翁。我哋許啲願，啲謀你一個人實現晒。頂佢肺，關鍵係咁多錢啊，仲係我哋跪住佢收嗰下底嚟啊嘛。